度竟然係河南地嘅龍脈地。啲龍多到數唔晒，千幾年前南漢皇帝呢，仲要喺呢度起祭壇嚟祈福。13行首富就係睇中呢度係風水寶地，所以過嚟買地開鄉起家廟。呢度呢，就係識得行入嚟，唔識得行出去嘅迷宮龍道尾。龍道尾其實就係官方同埋外區唔熟悉嘅人先會講，附近啲街坊都會叫佢做龍肚尾，所以呢，我都係以龍肚尾為大家介紹。龍肚尾嘅歷史要追溯到去千幾年前，唐宋之間5代十國時期，當時劉岩就喺廣州稱帝，建立南漢國。佢登基之後就改名叫做劉演，意思就係飛龍在天。但係當其時咧就冇呢個字嘅，係佢自己作出嚟嘅，可以睇得出咧佢幾中意龍啊。咁啊，劉演咧就喺河南島起咗行宮同埋南郊壇，仲仿照咗唐朝長安大明宮含元殿，喺壇前咧整咗條星壇甬道，咁條道咧就彎彎曲曲，似足龍尾拖地，所以就叫做龍尾道。南漢亡國之後，呢頭形成咗村落，就繼續叫龍尾道。到咗清朝中期，誤寫成為龍尾道。清末再誤寫成為龍道尾。咁而家喺水松基同埋七間直街嘅十字路口，仲有塊寫住龍尾道水車助攻古石碑。咁呢個就係龍尾道呢個名嘅正對啦。咁千幾年後嘅而家，南漢遺跡基本冇晒，但係龍道尾東邊靠近寶崗路，仲有個地方叫交壇頂。據廣州市地名志記載，話呢度就係當年皇帝祭天嘅南交壇舊址。咁而家交壇頂呢，剩翻條巷仔，已經就冇任何當時嘅遺跡噶啦。咁當年皇帝喺南交壇祈福，南面嘅龍田村落呢，就叫做龍田啦，取意飛龍在天，臥龍在田。而家龍鳳街道前身嘅二龍街道呢，正正就係由龍道鄉同埋龍田鄉合併噶啦。龍肚尾入邊啲街巷就好似迷宮咁樣樣，四通八達，就冇咩掘頭巷嘅。咁任走邊度呢都入得去嘅，不過唔熟嘅街坊過嚟嘅話呢，睇住蕩失路出唔到嚟。咁想感受市井風情，最好就由北面嘅同福中路環珠橋呢個位入嚟啦。咁講起環珠橋，原本就係拱形嘅石橋，乾隆41年，即係1776年嘅時候，由13行嘅首富潘振成起嘅。咁當年呢，橋北面到環珠橋呢，就係廣州頂級富豪區，南邊就係龍肚尾啦。咁1926年，民國政府呢就要起同福路，將環珠橋並入馬路，但係橋名呢一直就留到今時今日。咁落環珠橋條樓梯就正式入去龍肚尾啦。咁歷史上面嘅訴諸涌呢，一直呢都係好旺嘅。咁60年代兩邊嘅屋，前門呢就對街，後門就通河涌。咁而家暗渠呢就喺南華西街同龍鳳街嘅分界啦。咁我左手邊呢就係龍溪首約，龍慶開頭屬南華西街。咁右手邊呢就係環珠直街、龍道通津、龍道大街等呢，就係屬於龍鳳街噶啦。龍溪首約個名就係潘振成1776年買地開鄉嗰陣時改噶啦，佢用福建家鄉名咧就起咗龍溪鄉，咁涌邊條路就叫龍溪首約啦。咁龍溪首約行前少少，龍慶北2號有一座潘氏家廟，係1826年前由潘家第3代潘正偉起嘅，到而家仲有後人喺度住緊。咁潘家由訴諸橋向西買地，到咗第3代已經發展到龍肚尾。咁家廟牌匾記載當年東邊訴諸涌水面寬闊，證明龍肚尾真係風水寶地。龍道通津呢度就係龍肚尾嘅中心位置啦，四通八達。所謂通津就係渡口嘅意思。咁古時咧直通訴諸涌碼頭嘅，人流多咗就自然成為咗墟市啦。所以條街雖然窄窄地，但係兩邊嘅鋪頭咧依然林立嘅。咁1928年，民國政府咧就起咗龍珠橋去連接龍道通津同對外嘅龍溪首約，方便啲街坊出入。咁聽到呢度，大家有冇覺得好似條條巷都同龍有關呢？因為龍肚尾入邊啊，有成50幾條龍字嘅街巷，咁可能全國都好少見噶啦。所以我開頭點解話呢度就係河南地嘅龍脈？
行完龍肚尾呢個千年嘅迷宮，50幾條龍隨處可見，先明白呢度點解叫龍脈之地。街名由龍尾誤傳成龍道，街坊口耳相傳變成龍肚，一字之差藏住歷史層疊嘅秘密。